鬼懂。卷2故事1：周浩與西湖水味。西湖邊有一間大宅，洛陽人周浩為咗避世搬咗入嚟住。嗰陣時佢留意到隔離屋住咗個少婦，平時出入都係着住一身素白，生得極之標緻，仲帶住一種講唔出嘅嬌媚。起初呢個白衣少婦好避忌，見到人就匿，但日子耐咗，兩個人眉目傳情，心意漸通。周浩去打聽隔離屋話呢個女人姓李，係汴州人，丈夫死咗，守寡期就快滿，正打算揾人再嫁。周浩心諗咁咪啱晒，於是即刻送上重金揾媒人撮合，冇幾耐就將呢個女人娶咗返屋企。李氏十分聰慧，周浩心裏諗乜，佢未等開口就已經安排妥當，兩夫妻過得十分恩愛。過咗1年，有一日，周浩去錢塘江睇潮，喺江邊佢見到一個紮住孖辮嘅少女，嗰種美色竟然比屋企個妻子更加動人。周浩一見即刻失晒魂。旁邊茶館個阿婆同佢講，呢個女仔住喺六和塔嗰邊，父母雙亡，只同姨媽相依為命，而家靠賣藝為生。周浩二話不說，又花咗幾千兩金將呢個少女帶返屋企。起初一妻一妾相處融洽，但好景不常。有一日，兩人突然無端端開始爭吵，周浩點勸都勸唔住，最後竟然動起手。正當打得最激烈嘅時候，怪事發生，兩人口中突然噴出大量黑煙，黑煙濃得好似墨汁，一瞬間遮滿成間屋。緊接住只聽見砰一聲巨響，等黑煙散去，屋入面空空如也，兩個大美人竟然一齊消失咗。周浩嚇到面青，即刻派人去揾少女個姨媽，但去到嗰度只見到一片荒涼沙灘，乜都冇。周浩覺得間屋邪氣沖天，再唔敢住，佢搬去全法子嘅僧房暫住。到咗年初一凌晨4點，周浩準備去拜訪老友巡場拜年，點知一踏出門口，一陣陰風吹過，佢手上個燈籠無端端熄咗。黑暗之中，佢老婆忽然衝出嚟，對住佢怒罵：你呢個負心漢，竟然撇低我，呢入佛子，你以為我揾你唔到？周浩嚇到呆咗，根本冇諗過對方係妖怪。佢不斷賠罪，李氏就話：我已經搬入城住，跟我返去啦。周浩跟住佢去到一間小宅，兩人飲酒作樂，當晚就喺度留宿。第二日，有人喺望仙橋下發現周浩，佢半身浸喺水入面，尚有一口氣，但已經奄奄一息。眾人急忙救返去，醫咗幾日先醒。經此一劫，周浩真係驚入骨。佢搬入秦鳥書齋，以為有人氣守住會安全啲。點知有一晚，佢坐喺書房，忽然聽到窗子作響，好似有人喺外面掘窿鑽入嚟。周浩大聲喝問，一個身影由破口鑽入，正正就係嗰個紮辮嘅妾侍。佢冇化妝，頭髮散亂，反而更加妖媚動人。佢依偎住周浩，委屈咁講：大婆咁兇，你又咁懦弱，害到我依家無家可歸。而且佢根本唔係人，係死咗好耐嘅老怪，你點解仲俾佢迷住？周浩當時神志迷亂，又同佢共眠。半夜，妾侍拉佢出街遊玩，去雅子酒家飲酒。正當飲到興起，遠處忽然傳來寺院鐘聲。周浩猛然驚醒，發現自己竟然浸喺後花園池塘，耳仔、鼻窿全部塞滿污泥。秦轉見情況越來越嚴重，只好請道士收妖，但完全無效。最後唯有派4個壯丁日夜看守周浩，即使出唔到門，嗰兩個女人仍然每晚出現，有時仲上周浩身，跟住就瘋狂地破口大罵。秦將終於頂唔順，只好送周浩去健康避禍。途中佢哋遇到一位高人，佢叫時鐘。時鐘一見周浩就斷言纏住佢嘅係水怪，白衣女子是西湖別精。後來嗰個少女係江中水瀨，若不救周浩，遲早浸死。時鐘即刻寫符，請神靈捉拿兩怪。佢話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可誅殺，只能鎖禁。其實周浩嘅命運
早已注定。當年佢喺洛陽窮困時，有個老人半夜聽到水中溺鬼，第二日會有一個住破衣姓周嘅書生經過，要捉佢做替死鬼。老人家特登守候，見到周浩就強行拉走佢，救咗一命。想不到避得過洛陽之鬼，最終避唔開西湖之味。有人問：人係萬物之靈，動物點會變得咁神異？其實人死成鬼，是因為形體散，精神未滅；而動物若長久不死，積年累月亦能成靈。萬物只要活得夠久，便如人修行成仙。但點解妖魅會自己上門？其實原因只有一個：人心先起淫念。當你個心已經入魔，外面嘅妖魅先有機可乘。呢個先係真正最恐怖嘅真相。鬼董卷2故事2：時安禮陷僧報應。臨安府有個官差叫時安禮，呢個人性格陰險，份人好奸。佢同附近傳法寺嘅和尚一早就有過節。嗰晚，時安禮喺外面巡邏，行到去傳法寺門口，見到入面煙霧瀰漫，原來入面啲和尚正喺度整緊餅，準備緊祭品，燻煙湧晒出嚟。原本係好平常嘅事，點知時安禮心念一轉，毒計已成，佢突然帶人衝入去，指住啲和尚大叫，話佢哋放火想燒毀寺廟。二話不說，就將所有和尚捉晒入監牢。時安禮仲打算落重藥，用嚴刑逼供。當時有個住喺隔籬嘅大太監睇唔過眼，公開話要將件事上報皇帝。時安禮驚，先至放咗班和尚。雖然係放咗，但班和尚喺監牢入面受盡折磨。當中有個和尚因為傷勢太重，最後含冤而死。過咗冇幾耐，時安禮喺官廳入面寫緊公文，突然之間喺張凳度跌落地下，聲都唔聲就斷咗氣。死嗰陣佢七孔流血，成塊臉發黑，個樣極之恐怖。時安禮呢個人平時貪得無厭，屋企入面啲金銀珠寶多到好似座山咁，妻妾成群，個個都係美女。佢平時最中意用殘酷手段去討好上司。佢死咗之後，由佢個仔接替職位。當時有人勸佢個仔話：你老豆生前害得人多，冤孽太深，不如攞啲錢出嚟做下法事，當係幫你老豆積翻啲冥福。反正佢留低咁多錢，你都使唔晒。點知佢個仔竟然話：佢係時安禮，我係我，上世係時安禮欠咗我錢，所以今世先積落咁多財產嚟還俾我。至於下面嗰啲鐵家鐵棍，就由得時安禮自己一個人去受翻。呢啲嘢完全唔關我事。呢句說話傳到出去，大家除咗冷笑一聲，都忍唔住感嘆因果報應。原來真係會喺最親嘅人身上再補多一刀。